看台视闽南语连续剧《查某头家》。日头出来照着阮，予阮想起伊，伊像百分安慰阮，粉红的嘴唇，彼蕊伸出真正水，纯情的心，沉醉在爱的河边，有人笑阮戆大台，我是真正爱着伊，不敢讲出嘴，望伊了解阮的心，月流也笑阮，爱伊是不变的心，沉醉的爱。我已经有查过啊，你这间伙人根本都无合法嘛。照政府目前的规定啊，只要若是违建，一定要马上拆除。你吼拍电话等去准备传人，把那个拆除。慢下来啦！慢下来啦！买啦买啦这，个跳啦！等下啊，斗三工节啊拜托姐啦，莫听啦哈嘿啦嘿啦，拜托你哈，慢下来啦！拜托啦！嘿啦拜托姐啦！对莫听啦吼拜托姐啦！无安尼啦，阮搁互你传人开工啊，恁家己去拆，吼。啊，今仔日呢，阮先将枪棒拆掉。我是糖棒啦！对，哎，你枪棒哪有拆？我们要做生意啊，对啊，对慢啊，嘿，拜托你啦！来去啊，妈，你哪会甲咱看棒摕去？头家啊，啊，你看我拄的安尼安那。哦，哎，你也真好啊！哦，加了够成哦。你美术专业的呢？哇，是你唔敢念的啦。奇怪啊，电视台内无发觉你两个做演员啊？头家啊，啊，你看咱明仔要去来跳厝无？哎呦，无你想，你真正甘有够，免硬徛啦。安尼哦。春雪啊，这摆互咱喊一下哦，骹尾一定拢练起啊。佮过偌久吼，伊个土地哦，得买我啦。好诶，啊，啊钱呢？钱，哎，哎呦，放心啦，明仔载来我领，我一定算互恁的。啊，多谢多谢。恁两个交给苏金福，假做公务所的人去拆人的车行，啊你阁无罚款，呀，赶来派出所，呀！你像嘞？当讲你是警察？假话莫阁讲，有啥物话啊？来派出所，甲我讲，呀！哎，好诶，我讲啦，这拢是迄个苏金毛吼，甲钱嫂哦，摕钱叫阮安尼做啦。啊，你要掠去掠因啦，唔通掠阮啦。对啊对啊，这是苏金木摕钱叫咱咧假做公务局的人啊，这毋是阮的意思啦，拜托你啦，莫掠阮去派出所。免啊，呀！啊，拜托你啦，原谅阮一摆啦，后摆我唔敢啦，拜托拜托啦。阮后摆我后摆袂安尼做啦，拜托拜托啦。好，这边哦，我就原谅恁啦。不过哦，你要答应我一个条件。啊，我什么条件？哈啥？来派出所，呀！好啦，只要莫掠我去派出所吼，你讲安那就是安那，我拢答应啊，我拢答应啊。这句话是你讲的哦。春秀啊，迄车行是违章建筑的，啊，所要买，紧袂买咧啊！哎，
你是毋通再犹豫，毋通搁拖沙啦。万一哦，若有反悔，你想要卖，伊就无爱伫遐咧。莫听后壁人讲，这根本就是个骗局。好哟，这太阳凶手，你来这创啥？出去！你就是你甲苏金凤两人设计代志，拢无人知影。郑太太，苏金凤甲你大家两个人联手找人假做公务所的人，目的就是要逼你卖地，你千万唔通中计呢。你后面讲啥？你讲我所串同好势，你有啥物证据？你要证据是毋是？对啊，恁两个你讲，几岁啊？啥物指数啊？我唔捌你啦，啥物指数啊？你半路你认老爸哦？指数。讲啊，讲恁两个是安怎共骗？你若无老实讲哦，我就送你来派出所，有听无？啊，迄个苏金凤哦，摕钱互阮啦，叫阮去吓惊你的啦。啊，钱数啊哦，你阵嘛有伫遐到处注意啊。拜托诶，哦，你后壁讲啥个啊？我有在场，好，就你较差不多咧。你若老子高暗啦，我吼干遐无关系哦，无关系，出去，出去，出去，喂，你使走的。出去啦！多谢哈。郑太，你以后唔免惊做怪，我已经替你去地政处查过啊。恁厝的车项其实土地变更的手续无办好势，并无中条违规啦。恁厝迄块地哦，倒咧都市计划内底，即摆已经有一寡建商准备踮咧遐起大楼。苏金华啊，应该四周的地拢买起来，即摆敢若剩恁这个地尔，所以伊毋才会想尽办法逼你卖这个地。钱嫂啊，我讲都无毋对哈。郑太太，你以后还是免继续经营你的会文堂，只要你家遐手续重新办好，安尼就用了。了后，我的花全部拢互你送。哦，原来就是安尼哦，再甲你亲门大户大声细声哦。我早就知啊啦，你吼是咧想想讲要包饲阮春秀啊对？哈？妈，你陪见笑，你陪见笑查互你？你人死偌久？你又到这外口找查甫？这下面子互你写了了啦。钱嫂啊，你莫咧做沙发掠财好无？嗯，我甲你新妇是清白的啦。清白，哦，真好听。清白的去地政事务所去处理的代志，啊？清白到哦，家己有车送花，车干嘛肯互用？钱要春雪赚，这叫做清白哦。讲鬼听鬼嘛唔相信咯。钱嫂，我是正经要甲你新妇斗相共的啦，我无其他的企图啊。斗相共啊，要你后悔加细字啦。我无听，无爱信你了。钱嫂，何先生，我无想要欠你这人情，请你出去。郑太太，我是诚心诚意要甲你斗相共的呢。何先生，我无想要甲你有牵连，请你出去，嘛请你以后莫过来啊，好无？请你出去。何先生，何先生。
有着，我即马才知影，你较早伫外口打拼有偌辛苦，除了要照顾一家的生活，搁要提防别人的歹心。你敢知影我心内所受的苦偌大？我去用当做一个杀人犯的痛苦，你敢袂使了解？在病院，我看恁生死要死之前，遐尼啊放袂落心，我心内是偌尼啊艰苦咧。敢讲我就应该一世人受良心的折磨，是毋是？其实好先生是一个好人，伊是个真无辜。想了这个世间上，好人总是爱受着折磨。三啊，我你这创啊！我你你啊！哎，你慢点，你别走，你是走啊！快点，你个别玩叫人啊！哎，叫人哦，哈，叫人哦！今日无人就该叫人哈，你个话无好啦，哎，出你出来！哎，你叫人啊！赶紧来啦！走，你先来边仔的吼。我你去扫两台买，我管买管哦哈！你家工务做哦，恁爸今日落袂了你哦，恁爸就用，恁爸就用，走过来！莫，那是古董，做简单的，快走！古董呢啊！哦，足贵的呢啦，足贵的啦！哦，安尼哦，哎呦，介水呢！哦，我较水你的吼，哦，这古董呢，这足值钱的啊！哎呦，轻表的哦，哦，轻条袂歹。哎呦喂，无法度啦，哎我害你。就像，躺在地板了，哦，刚才我会跟他无破。哦，阿三啊，今早要再偷袂听的啦哈。阿妈，要什么呢啊？来啊！出去掉啦！你莫啦！阿三啊，你转身了啊！免拍，快点！头，安尼放走！shit 啦！哼，死金福啊！以前哦，我甲头家订遐走起来时哦，伊常常甲阮欺负呢。啊，一领讲哦，想要结婚啦，就靠阮的钱去包红包啦。啊无哦，就紧去上下斗的互阮两个走。哇，我已经忍耐足久啊！今仔日哦，算我甲头家出一口气。阿三啊，总讲一句吼，你安尼相拍冤家总是唔对啊。安呐，头家娘啊，我甲你讲啦，迄种人哦，一定爱来教示啦，伊才知影家己有偌重啦。啊哦，咱嘛袂使伤软只呢，爱互伊知影讲哦，咱这边嘛毋是啥物好欺负的啦。阿三啊，哎呦，你在做啥？有啥物代志是？请问是你是吴三金吗？对啊，我有啥吗？延顺惠阳的苏先生，提人上倒来报案，讲你拍人，麻烦你带我来派出所做一下笔录。来，这是笔录，若无问题，缀一个手印的。警察先生，啊，这伤害罪吼，敢袂判真重？我毋是法官，我哪会知？警察先生，假使吼，阮师弟还甲会和解，安尼敢会用的？
会用啊，伤害罪是告诉乃论，对方也无提出告诉，安尼恁就无代志。好啊，你会使转去啊。多谢你哦，多谢。阿三啊，较紧的，咱赶紧来找苏老板。找拢啊！所以哦，咱家道歉，啊，才会好改啊。免啦，咱做人爱有尊严啦，免去求伊啦。阿三啊，头家娘啊，你放心啦，免烦恼啊啦，咱免去找伊好改啦。我有法度吼，叫伊乖乖来甲我磕头会失礼啦。啊，你哪有啥物法度啦？时到你就知影啦，免烦恼啊啦。啊，即马吼嘛袂早啊吼，啊你先转去困啦吼，啊明仔载吼代志拢会解决啦。三啊，你若透早就咧啉酒啦！啉酒该优秀啦。好啊，咱莫搁啉啊啦，听我啦，莫搁啉啊啦。迄代志是处理了安怎？啊，你有去甲苏老板好解无？头家娘啊，我昨暝吼去找迄两个假工务做的人啦。我想讲哦，掠着迄两个人哦，所紧无就会搞好解啦。到尾哦，因拢搬了了啊！我昨暝哦找几暝，因拢找无啦。头家娘啊，我毋知要安怎啦。迄个死金毛啊，一定甲我告啦。啊，时到我一定去互掠去关啦。我即声哦，我真正凄惨。好啦，莫搁啉啊啦，代志无这么严重啦，咱想别个办法解决吼。头家娘，你是不是？甲你走的车吼，即马拢用完啦，驶来乡邻啦。啊，敢毋是迄个租约还袂到？哈，无差甲伊几工啦，头家娘。啊，车吼，甲你停咧外口，无我先来走，多谢你哦。多谢你哦，你顺行吼。是啥？搞啥？死金啊！是恁叫迄两个假工务做的啦，我答应你啊！即摆啦，啊！你酒鬼三啊，你是创啥啦？我哪有知影啥物是干部做的啊？莫你遐假啊啦！一定是你叫的啦！你这个人哦，有够凉毒的啦你啊！莫答啊念戆话好无？我问你啊，你甲我拍安尼大汉势力，伊搁弄破我的古董，我这笔写是要安怎害啊？啊，无可能你站啊！你创啊！苏老板，歹势啦，阿三吼，昨有啉淡薄仔酒，较冲动啦，顶摆才物计较困了你啦吼。春秀啊，这无你的代志啦，你免替伊讲好话啦，应该回失的就是阿三啊啦。是啊，是啊，你讲啥啊？你讲啥一讲啊？讲就讲啥啊？你讲一讲啊？哈？安怎啊？我答你回失礼啦。啊哦，你站拄上呀？啊，凊彩你站啦吼。赞你哦，你加了我的气力嘞。袂话啦，阮头家吼露出找好啊，你开到啥有生气哦？去人口内吼跪了底啊！无咯，苏老板，阿三哦，真是毋挑工啊，你着原谅伊啦，拜托者啦。唉，春秀啊，我原来毋是孤孤毛毛的人啦，你要爱我原谅伊啊，会使啦，叫伊来跪等我面头前求我，而且哦，佮赔我医药费甲古董的钱，我着准拄煞。你要叫我代你跪哦？免想想啦，这无可能的代志啦。无可能。唉，好啊。行。苏老板，莫安尼啦，咱再参详一下啊。我是要参详啥？你无看伊态度遐尔硬哦，佮一副安尼足有骨气的办事，真好啊！啊，我看伊当挡偌久嘛。苏老板，无安尼啦，啊，看阿三要赔你偌济钱吼，你讲看卖咧，啊，我来想办法啦。无偌济啦，200万。200万？啥？200万？你是个臭人哦，你哦！无，你想要变阮头家娘袂地哦？
阿三啊，我平常时看你咧小小落落，今仔日才巧哈。闪啦！头家娘，我来讲啊，千万唔通答应啊！我阿三妈甘愿来去关啦，慢慢丢掉来嫁啦。春秀啊，当你的意思安怎？有要替担无？春天百花满满是，蝴蝶飞来收花期。青春男女好情意，双人长美甜。妹妹我是真真意，不敢讲出嘴。春天樱花正当时，双人来到阳明山边，樱花开甲满满是。